各位香港街坊注意，千祈唔好再亂用長者證北上搭車。近期深圳全城大嚴查，好多港人長者甚至後生仔過關搭地鐵搭巴士，當場被截查核證罰錢，仲有人留低誠信記錄。網上人人話深圳收緊港人福利，針對香港人，其實全部都係假消息。今日我一次過拆解晒最新嚴查真相，合法零元搭車被撇，所有踩位陷阱俾你北上玩消費探親都絕對安心。一直以來，香港街坊北上深圳休閒消費、短途遊玩探親旅居，深圳專門為高齡人士推出嘅公共交通免費政策，絕對係大灣區跨境互通最貼地、最暖心嘅惠民福利。無數香港長者閒時北上消遣，靠呢個政策免費搭地鐵搭巴士，慳返大把交通使費，出行夠晒輕鬆，亦都令深港兩地民生連結越來越緊密，成為大灣區融合入面最溫暖嘅一道風景。但係最近呢幾日，各大跨境社交群、旅遊討論區、Facebook、小紅書全部爆晒熱議，關於深圳交通大嚴查嘅討論洗版洗到爆，大把香港網民分享自己親身經歷。無論係羅湖、福田、深圳灣口岸，定係深圳各大地鐵站、巴士站，隨時會有工作人員上前截停、核查身份、核對證件。一時間，深圳針對香港人嚴查，北上長者免費福利全面收緊，港人實北上出行受限制。呢類周言四遺傳，仲有人話以後港人過關搭車會逐個抽查、層層核驗，好似拍戲咁嚴格，令到好多打算北上嘅香港街坊心驚驚、滿心顧慮。好多人片面解讀政策，誤以為深圳突然取消咗專屬香港長者嘅交通惠民福利，甚至質疑內地對港嘅包容同善意。但事實上，今次勒動全網嘅嚴查風波背後真相，99%港人都唔知，仲揭露咗好多香港人常年踩，但從來冇人講透嘅出行誤區。正如孟子所言，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今次全城嚴查，從來都唔係針對守規矩合法出行嘅香港街坊，只係一場整治亂象、守護公共公平、規範福利使用秩序嘅專項行動。今日我就帶大家徹底拆解今次嚴查事件嘅來龍去脈、智能稽查邏輯、違規處罰後果，同時奉上2026年最新最全面零風險嘅港人北上出行全攻略。呢條片內容涵蓋60歲以上香港長者合法享用深圳免費交通嘅3大正規渠道，詳細操作步驟同埋避坑重點，亦都專門整理好未滿60歲中青年年輕人北上嘅慳錢交通技巧、網約車避坑乾貨、地鐵隱藏便民福利，全程無廢話，句句都係實用資訊。睇完呢條片，所有港人北上都可以合法合規、慳錢省心、安心消費，徹底避開所有違規風險同隱形陷阱。首先，我哋正本清源，徹底打破網上所有謠言，釐清今次嚴查嘅核心真相。好多人以為深圳收緊港人長者福利，特意管控香港居民，其實係大錯特錯。熟悉大灣區民生政策嘅街坊都知，深圳一直秉持開放包容嘅惠民理念，早喺2020年就出台明文政策，清晰定明所有年滿60週歲嘅長者，不設戶籍、居住地地域限制，無論係內地居民、港澳台同胞，都可以無條件享用深圳地鐵、市內巴士免費乘搭福利。呢項惠民政策落地多年，從未取消，從未收緊，從未針對港人設限，係一項長期穩定、公開透明嘅普惠民生福利。今次深圳全城啟動智能化交通嚴查，核心目的得一個：整治長年累月嘅福利濫用、身份冒用、盜用公共資源嘅亂象，守護公共福利嘅公平性同嚴肅性。隨住深港融合不斷深化，港人北上熱潮持續升溫。越來越多香港居民選擇北上消費、旅居養老，深圳嘅長者免費交通福利惠及無數守規矩嘅高齡人士，但同時亦都俾好多人揾到制度漏洞，隨意濫用。過去好多年，大量30-40歲嘅中青年，甚至係未成年後生仔，利用舊有人工核查、寬鬆設備識別精度不足嘅漏洞，私自冒用屋企長輩嘅回鄉證，香港長者樂遊晒。深圳代年卡搭公共交通，長期免費套取專屬長者嘅公共福利，呢啲違規行為不單止嚴重佔用公共交通資源，搶佔真正有需要嘅高齡長者福利，更破壞公共政策嘅公平公正，助長貪小便宜、撞空子嘅不良風氣。舊年之前，深圳公共交通核查體系相對傳統，主要依靠人工稽查、基礎碼機識別，人力覆蓋範圍有限，核查效率偏低。傳統碼機只可以識別卡片累成，根本無法精準比對持卡人人臉、真實年齡同實名證件資訊是否一致，導致大量冒用違規行為隱藏多年，
無人整治為鐵底根治呢個亂象，規範公共交通運作，守住民生福利嘅初心。深圳交通部門耗時數年，完成全一大數據升級天眼人臉識別稽查系統搭建，喺2026年全面落地智能化、精準化無感核查，正式開展嚴打公共福利濫用嘅專項行動。我哋詳細拆解呢套智能稽查系統嘅運作邏輯。呢個係所有北上港人必須知嘅嚴查核心規則。而家深圳全線地鐵、馬基、巴士刷下數碼設備已經全部接入民政大數據系統，公安人臉比對系統實現實時數據互通、全域同步核查。當乘客行長者優惠通道刷長者優惠卡或者優惠二維碼嘅時候，擔機頂部嘅智能感應設備會瞬間完成人臉抓拍、智能測齡、實名證件資訊比對三重核查流程，全程無感秒級識別，極之嚴緩。系統會實時比對通行人士嘅面部年齡特徵、實名登記出生日期、證件備案原始資料。一旦檢測到人臉樣貌同登記年齡嚴重不符，持卡者從實名資訊不匹配、非本人使用長者優惠憑證等異常情況，萬機會即刻觸發專屬燈光警示同提示音，幸敗駐守嘅稽查人員會第一時間上前截停，要求乘客出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完成線下二次身份核查，精準排查所有冒用違規行為。好多街坊覺得，就算俾人查到違規，頂多補返車費就冇事，但其實處罰力度遠超大家想象。正如思想家盧梭所講，規章只不過是穹窿頂上嘅拱縫，唯有慢慢養成嘅封上，先可以構成穹窿頂上最堅固嘅拱心石。公共規則需要每個人敬畏遵守，貪小便宜違規，一定會付出代價。根據深圳市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管理辦法同深圳交通部門最新執法標準，冒用長者福利套取免費交通嘅權益，屬於侵佔公共資源、違背誠信原則嘅違規行為，處罰涉及多個層面，絕對唔係小事。首先，違規人士必須全額補繳本次以及過往所有違規通行嘅車費，同時需要繳納車資10倍嘅違約金。其次，個人違規記錄會同步錄入深圳公共交通誠信檔案同地方徵信委助系統。最關鍵嘅係，呢個不良記錄會關聯港澳居民內地服務系統。日後港人辦理內地銀行開戶信貸舊務、高鐵出行備案、跨境政務辦理、內地旅居登記等各項舊務都有可能被限制，留下長期無法消除嘅信用污點。早前深圳新聞網、羊城晚報都公開報導過真實執法案例，一名32歲內地青年長期冒用家中70歲長輩嘅D連卡免費搭地鐵，被天眼系統精準識別截停之後，不單止一次性補繳近1000元違規車費，繳納高額違約金，佢嘅誠信違規記錄仲被錄入徵信系統，後續申請內地居住證、辦理銀行貸款全部被外回十足，得不償失。對於常年往返深港依賴跨境服務嘅港人而言，跨境信用污點嘅影響更加深遠。千祈唔好為咗幾蚊、10幾蚊車費，觸碰規則紅線，因小失大。搞清楚嚴查真相同違規代價之後，好多年滿60歲合規合法嘅香港長者都有同一個疑問：我年齡夠晒，仲有香港官方長者樂遊晒，點解去深圳刷卡會無效，甚至被判定異常？呢個係全網科普極少講透，但90港人都會踩嘅頭號誤區。大家一定要牢牢記住呢個核心知識。我同大家講一個絕對核心，千祈唔好記錯嘅結論。香港樂遊晒，香港長者八達通唔可以直接喺深圳享用長者免費交通福利。好多香港長者習慣咗喺香港本地用樂優柴免費搭地鐵搭巴士，就理所當然覺得呢張卡喺深圳都通用。呢個係典型嘅認知偏差。從政策屬性嚟講，香港樂遊晒係香港特區政府八達通公司聯合推出嘅本地惠民卡，所有優惠補貼資金都由香港財政承擔嘅權益權限。數據系統只適配香港本地公共交通，深港兩地公共交通系統從未實現數據互通嘅權益共用。深圳地鐵、巴士、馬基無法識別樂優晒對應嘅長者身份同年齡資格，更加讀唔到入面嘅優惠權限。喺深圳交通系統嘅判定邏輯入面，帶有港幣錢包嘅香港長者八達通只係一張普通成人交通卡，刷卡不單止唔可以免費，仲會自動按成人標準扣費，同時享受唔到深圳任何換乘折扣出行優惠。好多長者以為自己緊貼惠民福利，其實全程自費搭車，白白浪費合法的權益。仲有可能因為卡種不匹配觸發系統預警，俾工作人員截停核查，惹嚟不必要嘅麻煩。咁年滿60週歲嘅香港長者，究竟有邊幾種合法合規零風險嘅方法
可以穩穩享用深圳免費交通福利。我激贈2026年深圳民政交通部門最新官方規定，整理出3套全覆蓋、高適配嘅通行方式，適配唔同年齡、唔同使用習慣、唔同北上頻率嘅香港長者，每一種都係官方認可，全程免費，零違規風險，大家可以按需選擇。第一種方式，人工通道回鄉證核驗通行，零門推零成本，永久有效，最適合高齡長者，唔識用智能手機、極少北上嘅街坊。呢個係深圳最基礎、最穩妥嘅惠民通行方式，唔使辦卡，唔使拎手機，唔使線上操作，只要本人年滿60週歲，持有有效回鄉證，就可以無條件享用福利。具體操作超簡單，搭深圳地鐵嘅時候唔使行普通刷卡碼機，深圳所有地鐵站出入站都設有專屬長者優惠通道或者人工服務玻璃門通道，常年有工作人員駐守通行嘅時候，禮貌同工作人員講一聲長者免費通行，出示本人有效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工作人員核對證件出生日期，確認年滿60歲，就會手動開門放行，全程零費用，唔使扣錢，搭市內巴士更簡單。上車直接向司機出示回鄉證核驗，無誤就可以免費乘車，唔使刷卡，唔使投幣，唔使掃碼。呢種方法最大嘅優點就係絕對穩陣、零風險、永久有效，唔使任何事前準備，完美適配高齡長者。但短板都好明顯，週末節假日、暑期等北上高峰期，羅湖、福田、深圳灣等口岸接駁車站人潮爆滿，人工通道會大排長龍，每次出行都要出示證件、人工核驗，費時費力。好多長者會覺得麻煩，當眾核驗都會有幾分錢價，更適合一年只北上幾次嘅低頻出行人士。第二種方式，辦理深圳智慧養老鐵年卡，高頻北上首選無感通行，性價比極高。而家係香港長者最主流、最省心嘅出行方式。好多港人有個誤解，以為渡年卡只可以深圳本地戶籍老人辦理。其實早喺2020年，深圳民政局已經正式放寬政策，全面開放港澳台同胞辦理權限。所有年滿60週歲嘅港澳台灣居民都可以免費申領墮年卡，無戶籍限制、無居住要求、零辦理費用。持有墮年卡嘅香港長者喺深圳可以享有同本地長者完全一樣嘅全套交通福利出行體驗，直接升級搭地鐵，可以直接行普通把機或者長者綠色專用把機，刷卡自動識別長者身份系統，零元扣費，無感通行，唔使排隊，唔使出示證件。搭市內巴士直接刷卡通行，便捷高效，全程免費。除此之外，內年卡仲附帶深圳商超消費折扣、文旅景區門票減免、便民服務優惠等多項專屬嘅權益，絕對係港人北上旅居、消費出行嘅萬能福利卡。我幫大家整理咗2026年最新簡化版呢年卡辦理流程，全程免費，唔使定居，深圳唔使內地居住證，支持子女代辦、限爸速辦。長者可以自己辦，亦都可以由家人協助。辦理前只需要準備3樣基本資料：有效回鄉證，可以接收內地短信嘅大灣區1卡2號，或者內地手機號，2張白底免冠彩色證件相。線上預約辦理，適合子女代辦，足不出戶操作。打開微信，搜索深圳民政或者平安銀行官方公眾號，揾到墮年卡辦理專屬入口，選擇港澳台同胞專屬通道，按照頁面提示填寫回鄉證姓名、證件號碼、可接收驗證碼嘅內地手機號，上傳證件同證件箱提交審批就得。審核通過之後，可以選擇郵寄或者網點自取。冇內地固定地址嘅港人，優先揀口岸網點自取。審核週期大約10個工作日。收到辦結短信之後，帶備本人回鄉證，去羅湖福田口岸就近嘅平安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網點，完成身份核驗，卡片激活就可以正常使用。線下限爸辦理適合唔識線上操作、視力唔好嘅長者，全程傻瓜式操作，極速出卡，帶齊所有資料，直接去深圳任何一間平安銀行、建行、工行網點，優先揀口岸周邊門店，人少，辦事效率高。同大堂工作人員講，港澳長者辦理價年卡，銀行設有專屬綠色通道，唔使長時間排隊，工作人員全程協助資料錄入，身份核驗卡片開通，大部分口岸網點可以即場核驗快速激活，全程唔使開卡費、工本費、年費，完全免費。呢度提醒一個90%港人都會踩嘅隱藏坑，深圳墮年卡唔係單純嘅交通優惠卡。佢係兼具金融儲蓄功能嘅民生福利儲蓄卡，屬於內地銀行正規金融卡片。辦理激活嘅時候，工作人員會要求設定6位數銀行密碼，
大家一定要牢牢記住，日常免費搭公交地鐵，唔使存款，唔使輸密碼，民政大數據自動匹配長者身份，免除車費。但如果想用代連卡暗定微信支付寶雙超消費存取現金，就必須輸入密碼，仲要自己存入人民幣餘額。千祈唔好混淆嘅權益，以為持卡可以免費消費，避免鬧出深價笑話。第三種方式，手機電子長者免費乘車碼，科技化無感通行，適合識用智能手機嘅長者，靈活出行人群。2026年，深圳公共交通全面智能化升級，專門為港澳台長者推出專屬電子免費乘車碼，唔使帶實體卡，唔使反覆出示證件，一部手機就可以全程通行，完美解決實體卡易遺失、人工排隊麻煩嘅問題。操作方法簡單易上手。打開本人實名嘅微信或者支付寶，搜索深圳通乘車碼，進入官方小程序之後，選擇實名認證，證件類型揀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憑證準確填寫本人姓名、證件號碼，完成人臉核驗，系統會自動連同證件出生日期，確認年滿60歲之後，自動將普通乘車碼升級為長者專屬0元乘車碼，日後出入地鐵搭巴士，淨係打開乘車碼掃一掃，系統自動0元通行，全程便捷省心。但呢個方法有一個致命違規陷阱，係今次嚴查嘅重點打擊對象，大家一定要銘記。古人云：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規則紅線絕對唔可以亂踩。電子長者乘車碼嘅鐵律：本人手機、本人斬戶、本人實名，三者必須完全一致。嚴禁子女代家人共用，好多孝順子女為咗方便長輩，用自己嘅實名斬戶恆定父母回鄉證，開通免費乘車碼，甚至直接將自己手機俾長輩掃碼通行。呢個係明確嘅冒用公共福利喺攜行為。深圳天眼人臉識別系統會實時比對數碼係戶實名資訊同限薄通行人臉，一旦出現年齡身份不匹配，譬如30歲實名照戶、70歲長者通行，會即刻觸發稽查預警。無論係唔係直系親屬，都會被判定違規，當場補票罰錢，凍結電子乘車權限。情節嚴重者錄入徵信檔案。最安全嘅做法就係用長者本人嘅手機、本人實名嘅微信、支付寶開通乘車碼，提前辦理大灣區1卡2號套餐，確好過關之後有網絡可以正常掃碼，貼底避開風險。講完長者免費出行攻略，我哋再聚焦未滿60歲嘅中青年港人。年輕北上族群分享2026年最新交通慳錢攻略，避開所有隱形消費陷阱，等普通港人北上出行性價比拉滿。好多港人習慣用香港八達通全國通卡北上搭車，覺得一卡通行全國夠晒方便。其實暗藏雙重隱形佳選，長期出行極唔抵。第一重佳選係匯率差價，八達通全國通跨境結算採用平台浮動匯率，對比微信支付寶官方實時匯率有差價。每一筆乘車消費都會產生隱形手續費，高頻出行累積落來冷選好可觀。第二重冷選係福利缺失，深圳公共交通有完善嘅惠民體系，本地深圳通可以享地鐵95折、90分鐘公地鐵換乘感1.5元、短途0元換乘等福利。但香港八達通屬於外來支付渠道，完全享受唔到任何本地優惠，全程按原價扣費。2026年港人中青年最優出行方案，就係用香港版支付寶 Alipay H 開通深圳跨境乘車碼。而家港版支付寶已經同內地交通系統全面打通，唔使下載內地版 APP， 唔使換支號，打開大家日常用嘅 Alipay HA， 揾到跨境乘車碼，切換深圳城市就可以一鍵生成通行二維碼，數碼乘車可以全額享受深圳本地所有折扣同換乘福利，港幣自動結算，緊定香港信用卡扣費，匯率最優零手續費。係而家最抵嘅北上公共交通出行方式。除咗公共交通，網約車都係港人北上高頻使用嘅出行方式。入面暗藏3大隱形大坑，好容易白白多使錢。今日一次過拆解，教大家避坑。第一個大坑，口岸上車位錯誤。深圳灣、福田、羅湖等核心口岸車流管控嚴格，交警嚴禁網約車喺口岸門口路邊臨時停車，違規即罰款扣分則。所有口岸都設有專屬網約車上車區。好多港人過關之後，直接喺大堂門口叫車，司機無法泊車，只能取消訂單。部分平台仲會扣空使費，白白損失金錢同時間。正確做法係跟隨限罷指引牌，去專屬上車位定位之後再叫車，同時話俾司機自己嘅三色同位置，快速接續上車。第二個大坑，誤選高價車型，滴滴、高德、美團等平台默認勾選全車型匹配，包含快車、優享專車、豪華車等選項。好多人心急出行唔核對車型，
系統自動匹配高價車型，原本30蚊嘅短途行程，最後自單可能過百蚊。大家叫車嘅時候，一定要手動取消專車、商務車、豪華車選項，只保留平價快車特惠一口價，杜絕所有無謂嘅高價消費。第三個大坑高速費隱形加價，去龍崗哥、屏山、大梅沙等偏遠區域，司機多數會揀行高速，而高速過路費唔包含喺基礎車費入面，需要乘客額外承擔。部分不良司機睇準港人唔熟內地路況，明明有免費普通路唔行，專程繞行高速賺取差價。避坑方法好簡單，上車之後主動同司機溝通詢問是否需要行高速。如果唔趕時間，可以直接要求行免費普通道路，事前溝通清楚，避免落車先有爭拗。最後分享一個90後北上港人都唔知嘅深圳地鐵引撞便民技巧，逗睇塞程出行體驗，慳翻好多體力，特別適合帶長者出行。深圳地鐵路線密集繁雜，大部分換乘站需要長距離步行行天橋穿地下通道，但部分核心車站節有同台無縫換乘，體驗同香港金鐘太子站一樣，唔使上下樓，唔使長途跋涉。老街站可以入3號線同台換乘，黃貝嶺站支持25號線同台換乘，華強北站有快捷換乘道，帶長者出行可以優先規劃呢啲車站，減少勞累。除此之外，深圳地鐵設有精細化冷氣分區，非常人性化。月台屏蔽門頂部屏幕都會清晰標示分區。13號車層係弱冷區，恒溫26度，溫和舒適，適合長者、小朋友、怕凍人士。16號車層係強冷區，24度恒溫，適合夏天需要快速降溫嘅年輕人。大家下次候車可以根據同行人嘅身體狀況揀合適車傘，令成個出行過程更舒服。總括而言，今次深圳交通嚴查行動從來都唔係針對港人收緊福利，只係敬畏規則、守護公平、整治社會亂象。正如途行之所言，秩序係自由嘅第一條件，只有人人遵守規則、合法合理使用公共福利，惠民政策先可以長久延續，惠及更多人。深圳對港人嘅包容同惠民誠意從未改變。深港跨境互通嘅福利係大灣區融合發展嘅珍貴成果，需要每一位香港街坊共同守護。年滿60歲嘅香港長者，只要憑證合規出行，就可以安心享用免費交通福利。中青年港人掌握正確出行方式，就可以最大化慳錢，避開所有消費陷阱。拒絕貪小便宜，拒絕冒用他人資質，堅守合規底線，先可以令北上消費、旅居出行嘅惠民利好一直延續落去。片尾訂閱引導。如果呢條超實用嘅北上出行全攻略幫到你，記得點讚、訂閱、開啟小鐘，分享俾身邊嘅香港街坊。鍾意我嘅影片，想持續接收最新深港跨境福利、北上避坑慳錢技巧嘅朋友，一定要留低關注。日後我會持續更新2026最新北上實用乾貨、大灣區惠民政策、消費避坑心得，等大家每一次北上都玩得開心，使得省心出行安心。記得留言分享你嘅北上踩坑經歷同心得，我哋留言區傾偈。